今年呢，台湾灯会会喺云林畔，云林县嘅各级学校也统一提嘅做法灯。第二轮嘅太同国手，今年由传艺先生林坤飞带领大家做一只差唔多2公尺安高嘅加工花灯。一般嘅花灯在蓝黑的呢，路接黑的，不过因能用粉灯片来做，想要提保留下来。林坤飞係云林县美术协会理事长。每天轮播提起5件嘅各种国手搞才艺，如果有才情，沙土多各种专业呗。其实以艺术的大改盘哦，是喺当年录下改苦，无好比继续拖。不过以正因为人少有才情，一步一脚样嘅去做，唔是讲会冇机会。要什么压下去？要什么压下去？有没有？哦，再啊。一点一吨，书法课先生林坤飞写文大家看，按用写同出力来表现线条变化，总共写太师，而同时顾到线条同笔画的出优。把自己的作品全部呈现在自己家，无出边隔壁嘛，讲哦，阮这个囝真好写书法。今边也节课唔但请练习，托专业石头，不卡单单都要叠春联。也特别喺云林2轮配个国手，全校抢6班，总共60名学生嘅。林坤飞希望一啲学生嘅，不靠一叠春联，自家来写，按用做有3年没有吃到学校教育增进到重要。因为离庄下嘅学校因为基本较少啦，所以我算行算退休无法，干脆全到学校甲啲学生讲啊。在家全搞得滚。前任的校长就经营武术，除了武术之外，还有一头狮子。那他也聘请昆辉老师到我们学校来指导学生的相关的艺文方面的学习。那我们现在各位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环境都是昆辉老师带着我们学生来做美化的。那最近这几年的美化的活动，大部分都结合武术跟我们的狮队。太同国手喺度台式要先顺行，讲起台式要先行一定正學教。學教地度嘅時日頭，寫書台一邊，同轉頭轉腳素材都要畫圖落去，一條都係林坤飛帶定學生嘅向下來畫嘅。佢自家油畫作品係調到高中生地度，配個小學以從事才藝教育，下課嘅一條學生嘅自家總庭學打鼓，打到全校都睇得到。那昆辉老师带学生不是只有就这样子画画，我们学校在外面的比赛也都得名，都很有得名，像书法啦，像什么环境教育啦，像美术啦，海报比赛啦，我们的名次都非常的好。插下去，插下去，这样有没有插下去？看这样没有？好来，等一下，来换人。帶定學生嘅年代來，一批一批嘅疊。台灣燈會今年頭雲林，太同國手要做一加工粗型嘅花燈，而變到富美高鐵站，也咩林坤飛嘅創作。呢度做花燈，佢8年前就開始賣，係學加工，做出嚟嘅粗型就像真件一樣嘅。民國唔是買咱嘅師傅係最主要攏靠自勞做啦，自勞做了冇去求變垃圾啦，加工20萬年前開始靠布勞做啦。但是步骤嘛係差2-3公嘅布來嘅師傅，伊個嘛係幾緊賣，所以浪費真多錢啦。你變好，因為我想做較特殊嘅，所以我想去幻燈片。佢冇將傳統用布料也塑膠材質嚟做，加上發配，今年做上色內裡嘅加工，嗰天年做幾碼，安尼做一紋線，後年再個帶定學生嘅做機子，就變做一個家庭嘅。既然想傳遞下去，就冇考慮到要出幾多錢用幻燈片來製作，較講有內邊。林坤飛要按到才情，其實幾張各種畢業，也同時到2輪輪播提起5間各種小學搞傳藝課。我小學的時候，我經常去比賽，以代表學校去比賽都得名。那因為我們家從前是做水牛車，但我認為說。我要往藝術發展，所以我經常小的時候我就想說，我以後長大能不能當畫家？但是這是不可能啦。林坤飛有細粒兄弟姊妹，雖然此世只有一定佔嘅藝術才情，國小國中經得獎，國中嘅美術老師還同佢聽書，免費保送各樣式圖庫上講，都也行喺圖庫上講，唯一嘅免費保送生。
不过技术特殊，没有看不卡有垂跳叫佢通膜，最尾竟係結天冇脱嘅。其实经济要自己筹，不用钱也要学会，也要测试，所以我干脆去学个技术。所以上天对我很眷顾啦，给我兴趣当饭吃，所以我每天工作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去學數年，林坤輝學嘅係畫廣告行榜，佢8年就嚟歸下功夫學起來嘅。佢還記得民國66年國中畢業，嗰年代就自家開店，當家最意思，佢嘅藝術才情行出一條路。做到10年前，林坤輝還滿50歲，就決定將事業搞不來嘅，退休去做藝術同教學。佢考到石頭，睇下歌場，悟出人生嘅道理。很多雅俗都是在身上捡的了，所以孩子可以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爬上去。经常跟他们讲，好像做生意，你爬得太快会掉下来，你干脆一步一脚印可以，就从捡雅俗里面可以学习以后就是说做人就一步一脚印，慢慢的上去了。對前石頭悟出鋪設鋪條道理，也佢帶定學生寫題詩畫圖，冇做廢嘅，愛同佢哋打好藝術修養，咪希望一啲學生嘅養過這樣自己，有學歷有能力。